大家好，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已經睇咗上個星期日晚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第3集，其中有一部分講及關嘉敏同姜卓文嘅互動，同樣帶俾觀眾溫馨同開心嘅感覺。未繼續講之前，請大家支持，先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多謝大家。一開始，細莊出場時，關嘉敏話已經有心跳嘅感覺，網民大讚她性格率直爽朗，完全唔會收埋自己嘅情感。呢種女仔好多人都會鍾意。去到食第一道菜，當關嘉敏正要選擇要跟哪一位食的時候， Andy 仔好有自知之明，叫他揀細莊啦，非常有風度抵讚。細莊講返有個新年一個共同朋友嘅聚會，話都有留意到關嘉敏，而自己當時剛剛冇拍拖，但可惜關嘉敏嗰時拍緊拖，即係話其實佢對關嘉敏都有意思，不過當其時對方拍緊拖，如果唔係，大家可能已開始發展咗。其後關嘉敏問細莊，如果你帶女朋友返屋企，你屋企人會點樣？又話自己會緊張，應該買羅橙或買包餅。有網民話關嘉敏同細莊都仲未開始拍拖，已經咁快問到見家長嘅問題，會唔會快咗啲？即係話關嘉敏真係好想同細莊拍拖。有朝一日，如果上細莊屋企見佢父母會點樣？更係啦，細莊爸爸姜大衛拍咗幾十年戲，也曾經係紅極一時嘅演員，現在都仲係度拍緊戲。關嘉敏如果見到咁資深嘅前輩，又可能係未來老爺添，當然會好緊張啦。加上細莊個家族有好多成員都在娛樂圈揾食，他們應該認識唔少娛樂圈中嘅人，對關嘉敏自己嚟講，日後發展佢嘅演藝事業肯定有好大幫助，所以有緊張一點都唔奇怪。而細莊接受訪問時都係話 Carmen 應該會有好大壓力，因為佢都係做緊呢行，日後可能有機會同爸爸一齊拍嘢。網民大讚細莊真係夠晒細心，理解到對方嘅感受。又係另外一個訪問中，有位記者話恭喜晒兩位，關嘉敏則話唔使客氣，到時早啲到，講到好似一定會嫁俾細莊咁。網民即大讚關嘉敏夠晒坦白，人又靚又可愛又有愛心，做女朋友最好。講返佢兩個，Carmen 話佢好鍾意聽 rap， 而咁啱細莊又鍾意唱 rap， 又咁啱細莊又 rap 得好好，呢種就係緣分。大家同樣都鍾意唱歌，志趣相投，如果係埋一齊，相信大家會肯定好夾。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記得幫手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